镜头来加拿大，加拿大西部的火烧山即马火也搁在炭烧，亚达波省这个所在，搁有8外个所在，即马火也继续在烧。当地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嘛已经撤离要3万人。加在目前是无人传出伤亡。也若伫南半球的澳洲，今年的寒天是提早到位，东南部提早1个月落大雪。当地气象局嘛警告讲，畜牧业要预防动物低温寒死。对这看起，远的所在规片拢是烟。加拿大西南部的野火炭烧，亚伯达省的官员讲，境内有108个火场伫咧烧，因为真侪火场的火无法度控制，顶礼拜六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继续要求更较侪居民赶紧撤离。More than 29,000 individuals have been evacuated from their homes to safe locations, while other communities are on evacuation alert, and residents in those communities should be prepared to evacuate on short notice. 亚伯达省是世界上上大的产油区之一。今年春季天气热佮干燥，只要小可火势就引导野火。即马炭烧的面积已经超过37.5万公顷，有一寡地区的财产损失是无法度评估。另外，伫俄罗斯的乌拉山一个西伯利亚正大片的地区，最近也遭受野火侵袭。一直到初7，敢若是伫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就超过54000公顷的森林大火。4800位消防员甲6000位志工伫咧拍火。当局讲，至少已经有4个人死亡，几落百间厝被烧掉。另外，南半球的澳洲今年冬天提早来，东南部伫咧落5月雪，比过去提前1个月。澳洲气象局的资料，5月第一礼拜六方面来温度降，比5月平均温度加正冷。毋但山区落雪，首都堪培拉市区吹背温度降到0度，就算是较北边的雪梨附近，有一寡所在也开始落雪。I didn't expect it to be this thick because it sort of started early yesterday afternoon. It just kept going, and by the time we got up, it's like everything is just covered in snow. 伫咧雪梨西边120公里外一个雪镇奥伯伦，强烈的冷空气，或者规个变做云白世界。气象局警告讲，伫东南部关山地区的畜牧业，就要注意动物有可能温度低而死亡。这部方面估计影响到初10。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